继续来关心新北市淡水今年6月发生几件绕境相拍的代志，其中3支发生强的案件，让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足生气，点名淡水分局局长陈良德爱落台负责。刑事局和新北市警察组织一个专案小组，抓到天道明、东新会3支分会会长在内拢总9个嫌疑犯，因为发觉到马祖绕境无驶过来，才会来闹代志。因长时间甲在地小吃店收保护费，让3支地区的百姓大家拢足生气。 一群人讲无2句话，就直接起卡动手，双方就安尼伫新民的面头前写起来。就算警察伫阻挡嘛无效，一个查甫人尾啊，佮直接摕边仔的罐桶来甲人喊，好好一场温整的活动，就安尼变做2边大车拼。因为绕境路线与他们预期的原先的不同啊，他认为他的面子有所挂不住，所以他只是小弟去福成宫聚众斗。代志发生伫今年的6月，新北市3支的庙咧闹热，迄当阵小连续几6天拢有烧歹事件，互市长侯友宜嘛真生气，直接叫迄当阵的淡水分局长辞职，带头烧歹就是这群人，行伫上头前的细腻的查甫人，伊讲家己是天道明东新会3支的分会长，长期伫地方为非三做，毋若恐吓店头家收保护费，若是有人毋好因，嫌犯就会叫细汉的去供店，或者是直接搬别人的财物来堵销，3支的民众拢足惊伊的。 另在3支地区，更犯下加重强盗、恐吓取财及妨碍自由、向店家索取保护费等犯行。警方来到嫌犯大所在调查，敲到几6支空气枪，还有武士刀、大旗刀这武器。嫌犯搁把私人的庙当作因的基地，长期欺负附近的百姓。受害店有10多间，警方这回真用心来办这个案件，甲细里的分会长等等拢总交的嫌犯带回去，全部上班。另外，搁要继续追查，要甲地方乌道的势力全部拢赶走，让民众唔免搁这么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